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0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外交部真反感。香港立法会早起开议，民主派议员是大声抗议。空军要将 F-16V 战斗机升级改装，不过风声讲出厂会去签到。国防部严德发部长有出面说明。环保署打算要修法，日后空气品质的指标，连续2日超过150度，管制一寡会产生污染的工课。来看美国联邦众议院全体议员一致同意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有保护香港法案和甲香港徛做伙决议案，过来就等参议院通过，美国总统就会签名执行。针对这项，中国外交部嘛声明讲是强烈愤慨，美国这款错误的决定，因是会下溃力，坚决反抗。If America does no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强调美国会继续为人权发声。美国联邦众议院15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香港人权的相关法案，包括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第543号决议案。Despite the 1997 Sino-British Agreement, leaders in Beijing continued their high-intensity political pressure campaign to subdue dissent within Hong Kong, which has emboldene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stand up against Beijing, but more for freedom. 众议办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总统伫咧法案通过的180天内，以冻结资产、撤销签证等方式制裁侵犯香港人权的人。国务卿每年嘛就要甲国会报告，评估香港是毋是享有和中国不同款的特殊待遇。保护香港法案是禁止企业甲港府出口军火、防卫服务技术，一直到总统会当认证港警过去这一档无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相关的记录拢有独立调查处理。那是第573号决议案，是承认香港甲美国双边事务，并且支持市民有抗议示威权。面对法案通过，港府回应保障人权甲自由是特区政府的责任。对过去这几个月有示威演变做暴力违法事件，警方一直拢真控制、严格执法。中共外交部更加声明，表达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指出美国众议院无顾事实，将香港的严重犯罪行为讲是人权甲民主是双重标准。对这项错误的决定，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反制，并且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不用阮外部势力来干预。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立法会早起重新再开议，特首林郑月娥去到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公布超过200项新的措施。不过因为民主派议员再三发声抗议，会议进行不到1分钟就宣布暂停。香港警察嘛出批大批人马，将立法会4周围覆掉咧，戒备是钉钉塔塔。也抗议标语发口号，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将香港立法会抗议，爱特首林郑月娥落实5大诉求，撤回警和平法。今天我们过来的，最主要是5大诉求，还有我们是反对那个蒙面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在稍后发表她任内的第3份施政报告，而内容涉及土地及房屋政策。不过外界聚焦的还是反蒙面法及撤回逃犯条例，以防擦枪走火呢。外头已经有非常多的警力部署，甚至还有水炮车在戒备，以防擦枪走火。香港立法会16号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发表上新的施政报告，不过拄到泛民议员抗议。用燈嘅，馬上離開會議廳。展望未來嘅工作重點。因此，會議現在暫停。香港警察伫立法会附近加强部署，佮有装甲车、水炮车，甲真侪台警车进入香港政府总部戒备。香港民主派议员批评港府滥权，引用紧急法推进和平法，甚至佫可能做地部警察取缔网络言论，要求林郑月娥落台。香港现在是一个死局，如果林郑可以自己就决定走吧，辞职。
按美国联邦众议院15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香港民主派议员认为这是一个鼓励。不过北京政府态度强硬，认为美国干预中国内政。港府表示会继续坚持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天津大学主办海峡两岸青年学生领导力的论坛，今年的贴啊同款有发予台湾大学、清华、淡江这的学生会。不过，这个活动中国的各大办是赞助有着。台湾大学的学生会和研究生协会当就表明讲，因是未派代表去参加。几多间学校的学生会今仔日嘛宣布成立青年抵抗校园统战的联盟。台师大东吴辅仁大学学生会出来，组成青年抵抗校园统战联盟。台学生会长涂俊清以天津大学今年10月办理的海峡两岸青年学生领导能力论坛来讲，是国台办赞助，统战事实明确，甲研究生学会拒绝派人参加。透过多年的举办呢，也培养出一群数量可观，而且对中国有好感的台湾师生。那这些台湾师生呢，就是作为接下来展开所谓进一步交流，但实为统战工作的在地协力者。学生会无要派人另为学校另外找人去，需要检讨。台会因甲天津大学是姊妹学校，拢按教育部规定办理。虽然安尼，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瑞麟直接讲，中国无形中对台湾的学校进行统战，若是大学也阁认为是单纯交流，到底是真正唔知影，也是假空。花大笔钱招待台湾的孩子，大傻逼，招待台湾的孩子去中国参访，哪里会安什么好心？这还要讲吗？所以，当你今天抱着一个很单纯的交流的目的跟他交往的时候，对方是没有办法抱着那么单纯的目的来跟你交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牺牲，比如说牺牲我们的言论自由。陈孔明呼吁台湾的学校停止参加统战交流团、甲旅游团。学生若是发现学校运作受到中国政治干预，讲出来。民进党立委苏卡辉建议，在立法进前，教育部会当有平台主动公开学校民间甲中国的交流资讯，互外界判断。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来讲，空军有142架 F-16的战斗机，当时委托汉翔公司改装设备，要升级做 F-16V。不过，所有风声讲，汉翔现时的卡手拢调去生产新型的高级教练机，就是咱所在用用所以 F-16V 出厂会去签着。不过，国防部严德发部长讲，鱼还鱼，虾还虾，这两项势头，汉翔公司内底的卡手是无难参，改装设备这条案拍算4档后就会当完成。国造的头一架新式高教机9月出厂，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阁亲自挂牌定名。不过，伫法院预算中心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空军142台 F-16战机由汉翔公司升级做 F-16V， 出现战机出厂的时程有去前调，进度不如预期的情形，互人质疑是因为汉翔将心力下伫咧新式高教机的发展顶面。那 F-16购改这个案子跟高教机是两回事啊，在空军出来整合落马专案团队，还有汉翔跟美方相关人员的协助，这问题都已经克服了。现在进度逐渐的赶上，所以绝对在112年可以如期如质的完成购改。严德发强调，汉翔已经补充200名人力 ，F-16战机的购改案有可能伫民国112年完成。不过，那杨立伟认为，这摆情形恐惊对台湾的空防战力产生影响。这种事情如果在延迟的话，是非常不好的。我们会用在这个预算的审查的时候来冻结，来督促他们一定要按7成。后续的进度来讲，应该能够追得上。那我觉得比较要观察是说，如果过了2年之后仍然是 delay 的话，那代表着说它的进度可能会不如预期。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徐瑞福伫15号讲到，顶礼拜访问中国的时阵，中国关心美国军售台湾 F-16V 战机。徐瑞福再次强调，考虑到中国的军力威胁，美国会继续提供台湾自我防卫所需要的装备。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trajectory, their own modernization, the threat that they're creating. So of cours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honor the law and provide systems that are needed for Taiwan's self-defense. 徐瑞福阁强调，台湾当面临来自中国直接的威胁，包括透过经济协议、军事压力等等的手段。台湾伫咧促进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其实是保护家己，确保民主会当维持现状，并且保有为未来做决定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水分明，咱来看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自今日开始请假，专心要拼总统局。那阮这边嘛有人讲，安尼蔡英文总统嘛同款来请假。蔡总统今仔日出嘴反击讲，总统是国家的核心，爱我请假，讲安尼未免伤过离经。另外，前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今日去到美国，公开演讲，呼吁台湾的同乡全力消停蔡英文。主席台北电子科技展开幕典礼，总统蔡英文表国情，应对对手韩国瑜16号开始请假3个月拼选战，拿牙发出蔡英文吧应该比较办理，都和蔡总统来拍面。其实就是一件错的事情了哈。那现在还要叫一个现任的总统请假，更是荒谬啊！总统是一个国家运作的核心那如果总统请3个月的假的话，那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一个停顿的状态另外，韩国瑜邀请蔡英文辩论两岸议题，15号搁在网络直播，以阿拉丁故事用心定精灵、含手指精灵来比喻两岸和外交现状。蔡英文认为两岸议题真严肃，搁在批评韩国瑜比喻失当。两岸的议题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这个神灯跟精灵，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比喻我们最期待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如果做总统的话，他会有决心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权，来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蔡英文团文当中的副手人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是去美国参加听蔡英文连任海外造势发表演讲，伊讲到党内初选两个人在批评当中求进步，赖清德嘛无要讲两个人敢要相配，点的是全力支持蔡英文连任。民进党的政府活力搁生出来。小英变2.0，快来美国做选，这是民主的必然呐，嘛是责任的所在，你讲是不是？参搭不搭配，参任何职务完完全全无关系。蔡英文对副手人选也是迄句老话，会在最佳时间提出最佳组合。另外，国际货币基金下修台湾经济成长率到2%。蔡英文嘛强调，台湾依然是稳定成长，尤其台商回台投资依然是亚洲市销量表现上好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请假了头一站，专工去到台湾上南边的鹅銮鼻，伊阁表明讲要和济百姓，阁有南台湾的乡亲拢徛做伙。伊嘛讲选举若要公平，蔡英文总统嘛着请假，唔通震动着国家的机器来助选。请假拼大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地方心声的第一站，选定到台湾同南边的鹅銮鼻参拜当地土地公庙，地方嘛准备包啊甲肉粽，祝伊一定当选。作为2020年竞选的第一个行程，意义重大，代表我们韩国瑜及团队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基层庶民的路线。强调安尼安排的是甲民众徛做伙，嘛希望透过家己的行程，帮肯定有关观光因素。因此，伊嘛安排观光座谈，听地方的心声，有业者话，希望带着客来。我们要入客，对不对？我们要入客，对不对？南台湾将近有600-700万的人，600-700万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国际机场。现代化的国际机场还没有，这简直在开玩笑。对家己请假洪批评，伊认为总统蔡英文嘛应该请假，完全在平等的状态之下进行一场君子之争，所以我建议他请假。事实上，他每天也在跑选举，虽然是身为总统，他主要的重心全部在选举。强调请假是要听民众的心声，敢若是民党韩国瑜的排3天行程，希望就此找到对地方发展有帮助的政策。记者王家聪、郭建准频道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早起秘书长交接，现任的公务人员张铁阳年岁到办退休，不过需要国民党市长聘请去担当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人嘛问起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请假的代志，郭文铁对嘴应讲有通请假，伊是真心善。不过高雄市的市政一晃3月日，应该就无啥会震动了。我想会变成台湾政治上的传奇了
从来没有公务员去当秘书长、党的秘书长。高级台北市政府秘书长的应信，张铁勇退休了后，要转换跑道，去民众党担任党的秘书长。亲民党台北市议员黄珊珊，嘛和市长高文哲找去接任台北市副市长，瓜市府迎来新的气象。高文哲嘛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3个月投入总统大选，敲死韩国瑜，佮将过去卢秀莲甲朱立伦嘛捌请过假的例当中搬出来讲。想要放假，我是很羡慕的嘛。我每天7点半，他要坐在这里开会，要替高雄那一把能耐的。那这个范围照例，大概这3个月就停摆了。坦白讲，朱立伦一开始也不是很想选，他也是被搞到换柱，你看有时候。坦白讲这些都不是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那是大巨蛋争议，外界质疑市政府放水，高文哲强调，目前只敢通过都审的一个阶段，代志都还未做煞。另外，对拖国大党的质问民生实质线，高文哲是讲伊是无当。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这是重要的大动脉。高文哲强调，目前嘛是以宽纵线做第一优先。做当然要做的，只是说怎么做，就是说这个案子应该还是要。交通部出来做一个整合。那是民众党公布第2波区域立委的名单，真侪拢是拿着出身。高文哲无否认，嘛强调会找少年人家己训练，是毋是会含郭台铭伫咧高雄合体做事？高文哲强调，若是时间有方便，就互相斗3工。大选挖近，郭含郭是毋是搁再共台，嘛引起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国内发生头一站。注子宫头的癌症的预防射 HPV， 煞来引起体内免疫系统的病症。这个受害者名叫做贝拉，人讲伊是痛疼的姑娘。早起女性团体和立法委员做伙开记者会，公布这款去 HPV 预防射误掉的痛疼的姑娘，计共已经有8名案例，嘛呼吁主管机关就要重视这项问题。伫无啊挂嘴阿妹是佩妮妈妈，伊读高中1年的查囝，伫今年5月份注第2射人类淋巴病毒疫苗，就是人讲的 HPV 疫苗了后，身体真侪所在关节拢开始痛，打开始叫是心中痛，还是讲运动伤害，走真侪间病院诊所了后，落尾才确诊是有连型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必须要一世人食药啊。甚至医生都跟我说，有可能是运动过度、成长痛，叫我不要担心。可是，身为一个父母，你想你的小孩子没有法走路，这种事情谁会不担心呢？同款嘛是注 HPV 疫苗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的，还佫有4例。伊的妈妈讲，查囝原本是真够运动的囡仔，嘛无相关的病史。啊，毋过即马逐工需要食9粒美国仙丹的药仔，才会当来止痛，互做爸母的是真心痛。原本他是跑步跳远的田径选手，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都有不错的成绩。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落差非常大。那让为人父母的我们其实是非常难以接受。今年4月份，国内第一件拿像是 HPV 疫苗引起自体免疫疾病，北内案例经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部分胜诉了后，有愈来愈侪会听的查某囡仔徛出来，累计已经有8个案。妇女团体甲立委呼吁政府应该要注重这个问题，而且卫生局发予家长的注射说明书，嘛应该要有不良反应的通知甲提醒。即便很安全的疫苗，仍然会有不良反应，而政府必须要建立这种救济制度。我承诺，我会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来检视这个说明书。那应该正确的讯息揭露，我一定会做到。对这个代志，国健署强调讲，会修改 HPV 注射说明书，提醒家长来注意。另外，嘛会启动 HPV 不良反应的通报专线，提供家长资讯甲服务。最近嘛会针对这挂不良反应的个案，启动本土性的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送餐人员含伫咧网络上点菜接订单的系统中间，已经经过劳动部认定讲，这是请工，毋是冒失的关系。啊，这当阵台北市议会就要求市政府要制定自治条例来加强管理。台北市劳动局局长嘛表明讲，会协助这的送餐人员组织工会，佫会要求业者一律拢着要替这人员办保险。26岁洪先生捌担任外送平台外送员，过去伫咧外送的过程当中，捌出现过车祸，好佳这无啥物代志。伊认为外送员就算讲来日去头家承诺的制度有劳健保，嘛是事尾的补偿，不如大家先有防卫驾驶的意识，而且嘛认为冒失头的工作时间较会当春秋，限制嘛较少。承揽，因为毕竟就是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那大家真的传说中的10万块才有办法达到。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每7成的外送员甲外送当作是全职的工课，所以人力银行提醒民众，若是讲外送员受到雇佣的关系，就有劳基法的保障，会当享受到健保特别休假，还有年资，毋过承担关系是无受到保障。政府对国民的保险有两种，第一个是劳工保险的老年给付，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劳退新制那个6%的部分。所以这2个部分呢，如果说如果接受企业的一些要求就认为说我宁愿缴少一点，那这样子其实对从长远来看是对他保障是不足的。而且针对外送员的法规保障，台北市议会要求台北市自治条例草案。陆委会表示，自治条例会注重伫咧职灾伤害保障面顶，若是拄到意外的过身，会照劳基法面顶的45个月来去补偿。知道业者也都没对他们投劳保啊，所以说如果职灾补偿的部分，它可以至少要比照那个劳基法上面的45个月啊。大概我们可能这个自治条例会比较倾向这方面，设置一些职灾补偿的部分，或者说建议他要投保相关的商业险，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团体保险。面对即马送饭到厝的经济方式，人力银行嘛指出，法规无法度对着经济变化的速度，民众伫咧找石头的时阵，必须要先确认家己的工作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看到这个辛苦的送餐的人员，踮伫咧街路上吹风晒日，国政也想到一寡咧鼓励人志气的台湾俗语，咱讲出来，互相甲观众朋友来探讨。你甲看讲，若天气一个变，乌干霜冻，乌多摆咧徛，嘛是着爱吞忍。过去人一句话咧讲，小钱毋愿趁，大钱就无地趁。轻趁小钱，轻安尼乌多摆安尼铺，安尼伫路安尼拼，实在咱真甘心。你甲想呢？送一杯凉的，送一碗饭，总赚是无几十箍，啊，毋过安尼辛苦立即，有法度立即甲讲1月日趁一个正10万，毋过总是袂当讲放因安尼辛苦趁，放因伫咧趁小钱，你政府机关包含头家人，甚至阁放因伫咧卖命，安尼就不当了。讲到头家甲辛劳中间，咱嘛知影讲，永早旧时代30-50担、100担前，有真侪民间的细间工厂。总少是正10个、35个员工，即款的有当着咱做头家拢真有量，无分头家辛劳啦，心若赶会出来，会当对客户有交代，安尼生头家欢喜，辛劳嘛安慰，加班费咧发，毋捌讲安尼生粒粒 QQ 拢毋捌。毋过时势变迁，永早细间工厂35个辛劳正10个员工，即当阵无相共安尼，即当阵。好业人好业未死，愈趁钱粒愈侪，变做大财团。一个员工1点钟，你若互伊差10箍，1000个员工，一工差落去就正10万。你讲要叫这做头家，安怎样有法度讲互伊有量？永早咱咧流传的俗语话讲，头家要有头家量，有量才有福。即马变迁，时势转变来甲讲财团，财团若要斤斤计较的时阵，爱靠啥？爱靠政府打出来发落代志。毋且国政第3句的俗语话，咱要甲你探讨讲，过去人一句话讲，一时风使一时阵，啊一时寒就用一时云，即句确实有影。较早你讲计程车伫路咧驶，一定是擦黄的才是计程车。但即马网络咧叫车，啥物色的车拢嘛听好做计程车。你讲较早咱要食一个饭，无出门家己去包，家己去买，要哪有人甲咱送到府上？时势制度变迁。有新的设计出来，才会产业。政府虽然骹步对了较后壁，对袂着阵，毋过一时风使一时阵。即马要补救，还佫会负咧。咱来体会，爱体会讲国政头拄我咧讲诶，行船走马3分命。乌多摆伫路咧铺，本来就真辛苦啊。你放因去趁钱，哪通放因去卖命？所以无论讲新的制度安怎样伫咧变迁，新的环境安怎样伫咧改变，既然有新的产业产生。政府骹步就爱对甲到，一时寒用一时云，咱爱赶紧用制度来保护这些艰苦人，互因有法度得到更较侪照顾，毋通讲遇到困难、遇到坎坷，干会晓大喙开下下，讲望天地斗吹白啦。说政府就是要鼓励这些少年家，虽然流汗拍拼，毋过咱望好前途，人生性命安全，政府原来就爱甲你管顾甲会到。
一时官用一时银。过来，咱要甲你做伙探讨，有影政府有咧震动哦。现时空气品质严重恶化，紧急防治办法本地是规定讲，空气品质的指标就是 AQI 爱超过200。跳出桥仔色的灯，才会去禁止一寡会产生污染的行为。毋过，当环保署就设计讲，拍算要修改法令，此后变啊空气的品质的指标连续刷2日超过150，就会开始管制用电动吹叶仔机扫路，佫有拆厝啦、路边喷擦的这个工课，拢总可能会开始管制。秋冬空污季节，中南部空品常常恶化，毋过现行相关防治办法，爱伫 AQI 指标超过200，嘛就是达到自保的程度，才会当禁止特定污染作业。对减轻空污有一寡维护期。为此，环保署提出预防空品恶化的空污行为草案，只要空品有报特别出现连续2天的危害，就会禁止特定的行为。等于是提前在空气品质可能会不良的时候，我们会到一警一级的时候，我们就预先来做这样的一个管制。防管制的行为包括吹叶仔机的使用、污路铺路、拆厝，还有伫室外喷擦等7项的行为。那违反污染行为人，上当罚10万；工商场厂上当是罚500万。这些禁止行为最主要，它是这个离民众的居住或活动的范围比较接近，譬如说这个吹叶机啊，我们知道现在蛮多在使用的哈，就是在公园或路边。不过，毛环保团体认为，这只是咧做一个样的行为，因为这行为影响范围小，而且比工厂甲交通排放的空污毒性较低。根据统计，若禁止7大行为，有估会当逐工减少2.71吨的 PM2.5 排放量，大约占整体0.004%，会当讲是非常少。但环保署表示，这行为是离民众较近，会当减少吸到污染物。记者林新闻吴家宝台北报道。近来国际有愈来愈多研究显示讲，电子烟对健康有损害，甚至会引起癌症。今仔日新兴科技媒体中心嘛开记者会，讲虽然电子烟的安全性以科学的方法，佫无法度论断甲真十全，毋过会当确定就是对人体绝对是有败害。未少爱食烟的人认为电子烟比传统纸烟较安全，嘛无健康影响，甚至将电子烟看作解烟的工具。按过为今年3月以来，美国因为电子烟相关疾病死去的人已经有26个人，差不多1299人肺部受伤。这几年来，国际越来越多研究证据显示，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嘛真大。美国国家卫生院委托纽约大学动物实验研究的上新报告指出，电子烟的烟雾会引发肺癌，可能造成膀胱癌。研究团队表示，虽然目前评估电子烟安全性有4大困难，不过绝对有危害。现在知道电子烟跟一些传统纸烟会产生的疾病有关，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成瘾性，那再来就是一些心脏跟肺部疾病，对我们的健康是绝对有危害性的。目前在台湾，电子烟会受到烟害防治法的管制，袂当买，不过受不少民众在使用。医生表示，在临床数据，有一款的民众希望用电子烟解烟，不过事实上，因脱离纸烟了后，也是想要食电子烟。电子烟除了有尼古丁、有丙二醇、旁精这物质，对人体有伤害。电子烟里面尼古丁叫尼古丁盐，它吸收更快，它的作用更强，所以它更容易成瘾。我们卫福部的立场是反对这些电子烟跟吸精产品的制造、输入、贩卖。烟害防治法已经有送立法院一读通过，那要等待审议。国健署表示，会加强稽查，若是抓到有业者在卖尼古丁的电子烟产品，会当用药事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顶一日发生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管莫瑞在咧网络烧停香港人民的风波。即马洛杉矶湖人队的篮球明星 LeBron James， 伊是讲莫瑞对代志了解了也无详细，就咧开喙。另外，中国的媒体已经有恢复转播 NBA 的比赛，不过若火箭队拍有对的，同款也是无转播。
NBA 田香港推本风波，敢若有甲降温的趋势。乌人的球星李百龙对球队拍完伫咧中国的热身赛了后，登去美国洛杉矶，准备下一场热身赛。伫咧休息室受访问的时阵，意外引发第二波论战。 Yes, we all do have freedom of speech, but at times there are ramifications for the negative that can happen. When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others and you only think about yourself. S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 word or sentence feud with Daryl Morey, but I believe he wasn't educated on the situation at hand, and he spoke. 实际上，伫咧中国拍热身赛期间，李百龙话真少，警告风波对两场比赛200万场的观众。中国官方态度有淡薄软化，以及定性开互转播火箭队以外的比赛，风波看起来就只要收煞。等去美国了后，李百龙一段话煞互人转讲去，包括美国政客、球迷等等伫咧社群媒体顶悬批评，就连伫香港休顿球场一阵 NBA 球迷嘛真有意见。Actually, I'm very disappointed about his comments. 李百龙只好佮用推特为家己的发言辩解，表示莫雷对香港推文有可能引发的影响，毋是对香港局势了解无够。佮讲家己甲队友度过真困难的一礼拜。另外，上大新伫咧部分库内面的休斯顿火箭，头一个跳出来回失的大号手哈登，伊发言嘛变较保守。At this point, I'm just focus on what we got right here in this locker room. 哈登的回应已经是有拿无，伊所属的休斯顿火箭伫咧中国电信体育10时开互 NBA 转播了后，有关无法度伫咧中国放送。这伫电信宣布暂停转播来抵制田香港的推文，阁无一礼拜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度有一对爸仔母，顶日要收买早产夭折的查某囝的时，去到火葬场掘到一个土棺仔，撬开棺仔盖，看内底是一个已经用要无开的红婴仔。医生讲，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互人待落去3、4天，状况是无通好。警方当嘛开始伫咧追查红婴仔爸母的下落。3比8的查囡仔倒伫病床，互人看了真唔甘。印度北部巴雷里一对翁仔宝，12到火葬场带早产死去的查囡仔时阵，学到一个物件，拍开看，内底竟然是一个强要死去的查囡仔。मेरे हस्बैंड और मेरे नंदोई बच्चे को दबाने गए शमशान घाट पे। जैसे वो बच्चा दबाने लगे, तो वहाँ पे बच्चा निकला। वो कितना काफी बड़ा मटका था, मट के अंदर बच्चा रखा था उसे。因随将这个查囡仔送去病院，医生表示，查囡仔的情况真无乐观，那严重失温，佮感染败血症，血小板减少，该观察差不多1礼拜。बच्चे की हालत तो कोई खास वो नहीं है, कल बहुत ज़्यादा मतलब हाइपोथर्मिया करके आई थी और अभी फीड भी नहीं ले रही है, तो बच्ची स्टेबल भी नहीं है। 警方嘛展开调查，要查出伊的爸母。और हो सकता है कि माँ बाप का ही इसमें इन्वॉल्वमेंट हो, क्योंकि उनकी बिना जानकारी के。印度有火葬的传统习俗，毋过红婴仔甲囡仔是用土葬方式。医生判断，这个查某囡仔才出世1礼拜，体重到1公斤100公克，可能去用待3到4天。警方表示，就算查囡仔消息传出了后，嘛无人来承认。有一个当地政治人物表示，若是讲查某囡仔会当活落来，伊愿意领养。印度社会更重视查甫，更想要生查甫囡仔，因为查某囡仔袂当继承家业。结婚的时阵，该准备嫁妆，是产家家庭的经济负担，造成印度是全世界性别比例失去平衡上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妇女甲儿童发展部2015年统计，大港拢有2000个查某囡仔强胎死，有人佮甚至用枕头互囡仔抱到喘气死亡。印度北阿坎德邦当地政府今年7月指出，4月到6月有130个庄仔头并无查某囡仔出世，怀疑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偏见，选择性摕囡仔。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请拼，来看中华职棒的总冠军战，昨伫咧台中拍第3场。南美国桃园队先发的投手王益正大发挥，对手压制有条，搁再配合进攻的火力有够，击出10支安打，将其尾以8比4拼赢中信兄弟队。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猪肉档的头家，今年60，伊逐工都爱发落200-300支的猪骹，就是手底有空脆，搁直接去剥着血水含青猪肉。9月底时，雄雄煞烧袂退。经过医生诊断，发觉讲是去感染着猪链球菌，这款病症若无及时治疗，无定引起败血症、脑膜炎，甚至有性命的危险。头家剁猪肉手无停过，因为等一个店家就要来处罚，手有伤要安那？打一个 OK 饭，或者是机会继续无用。
带手套工作，头家讲袂习惯。手套垃圾吼嘛较唔好啦，啊，就爱顾啊、煮水啊，啊，就尽量卖啊。这位只是会带手套来工作，但是嘛袂特别注意小的空喙。伊的爸母做这个头路一世人，伊讲因为安尼感染细菌了，用要无命，因阿哥是头一次听讲。猪肉有时候就是比较滑啦，戴手套也是有止滑的效果。哎呀，你看我爸他们以前习惯也是没有在戴手套，最多戴棉质手套，对啊，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台中市一名60岁姓吕的患者，职业是猪肉的摊商，每天爱伫3点钟以内处理200-300只的猪脚，大量而且长时间接触血水以及猪肉。到月底高烧无退来看医生，才发现感染到存在猪仔身躯顶的猪链球菌。医师指出，传染的途径是猪仔的飞沫、排泄物以及血的接触，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发病。这名患者就医的时阵，空水已经好啊，但是血内底感染而且发病。所以是猪的伤口接触到人的伤口，当然媒介这是因为他在工作的时候暴露的血水，他是因为要处理第一手的土体，所以相对在皮肤的伤口上可能就会比一般民众接触比较多。患者断伊一礼拜用抗生素治疗，感染救回来。医师指出，猪链球菌这款人甲猪仔的共同的病，并不是每一个人感染拢会发病。患者无其他免疫病史，但是却长时间大量伫这款的环境内底，容易引发着脑膜炎、败血症、甲神经性的损伤。一般民众如果免疫力无好，如果食到无完全煮熟的猪肉，或者是接触到青的猪肉，嘛有破病的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朴子市，现时有174间饲鸡仔场，其中敢若坎前、坎后和德川这3里都有75场，计共是饲甲186万只。这站坎后里又阁有人要加整3大鸡仔场，但坎后里的叶里长就打出来讲，原里来才304户，结果煞有28场鸡仔场，气味是歹甲用要互人无才调，店家徛起咯。为社区向外看出去，外口拢是一张一张的饲鸡仔场。嘉义县朴子的坎前、坎后、德川3个里都有75间的饲鸡仔场。最近坎后里阁有3间饲鸡仔场要起，这互里民真歹接受。大家偏遐就是透早就是拍骹手，嘿，啊然后就是很刺鼻。好神门开会使讲，教我足想要甲翕相菩萨愿讲，是教阮坎后人当做拢无大人啊，尔啊对。伊个空气的比这都根本人无可能伫遮食一顿饭都会臭啊。嘉义县朴子目前有174间的饲鸡仔场，在当中坎前里有19间，坎后里有28间，德川里嘛有28间，3个里饲的鸡仔数量都186万只。啊，你变做阮就互恁加调去，啊，阮来千庄，哦，你真正是要逼阮千庄呢，啊，阮要千你多。朴子市公所嘛希望中央会用定总量管制的办法，唔通互朴子的民众过这款的生活。总量管制之前还没有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之前那有关新设的这个畜牧场畜牧污染防治的这个防治计划尤其在这个臭味防治上要提出明确的一个防治方法。朴子市公所指出，伫中央还未修正总量管制的办法进前，嘛规定未来业者如果要伫朴子起饲鸡仔场，要先摕到边仔土地地主甲里长的同意书，而且甲里民协调同意了后，才会送交给县政府，希望会用先进行第一阶段的控制。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早前民间是有人讲白内障，就要等甲较熟咧才通开刀。嘛有的白内障的患者，因为年岁就较有，讲到开刀就惊有风险，电到拖甲目睭愈来愈模糊。医生当时说明讲，白内障的手术技术已经真进步，该当发现就要紧开，唔通讲要拖后较熟咧，安尼是会误着治疗哦。今日去病院的眼科门诊，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等待医生看诊。比过去民间是流行白内障爱等甲先熟啊才开刀的讲法，真正有袂少人听过。我熟不熟？我是请教医师的。那所以有听传说的。我是听传说，我并没有看详细的那个资料了。一般我们老人家都依照那个传统的说法，都听人家讲说，一定要等熟，一定要等熟，开了才不会再长这样。但是医生是强调，早期因为医疗比较无普遍。门诊常常看到拢是熟的白内障，害得部分的患者是误会白内障都要等到先熟才会使开刀，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迷思。而且过熟的白内障，除了是严重影响病人的视力之外，嘛容易引发虹彩炎、角膜水肿等并发症，同时嘛会增加手术的时间。
很多白内障的这些手术的器械，包括大家的技术都有很明显的提升。所以以现在的状况来说，白内障放得太熟，反而在开刀来讲，它的风险会增加。病人的视力确实有影响到生活，那医师检查，那的确是因为这个白内障至少有一个程度，而导致他的这个视力的一个减少，那对生活有影响，其实都是应该可以跟医师来讨论。临床顶面，如果患者的视力明显减退到0.4以下，就会影响生活的起居，应该就要量早到眼科的门诊来检查。另外，敢若出现初期的模糊的镜头，视力嘛伫0.8以上，医生才按照个案的状况安排治疗的时程。记者郑训台报道。来看彰化秀水乡公所顶日举办活动，用天然的酵素倒落白水沟，讲是会当消一寡臭味。不过，彰化县环保局认定讲，安尼就已经是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嘛有学者讲，将酵素倒落白水沟，无定颠倒会互水质变了搁较歹。民众围咧排水沟的边啊，然后把管仔内底深色的液体做伙倒入去水内底。这是秀水乡公所举办的环保酵素净化排水沟的活动。因为这条反射排水干线长年来拢是臭，所以希望会使利用天然的酵素来减少排水沟的臭味。这条排水线古年来数十年来一直拢是非常恶臭，当地的居民包括路过的时候拢这个不好的评价因为这种物件是纯粹有机的东西，我想它的 pH 值的酸碱应该不至于说影响到我们整条这个排水沟的这个生态。不过，乡公所安尼做法，彰化县环保局认为无适当，因为以水污染防治法规定，袂使凊彩甲无经过验证的物件倒入去水体内底。商务学者嘛讲，凊彩甲酵素倒入去排水沟，可能敢若会互水质搁较歹、搁较臭。没有经过验证的这个物质注入水体目前是比较法令上会有疑虑的那酵素是有机物那水沟会臭，不外乎就是营养过剩嘛那酵素在没有适当的调配之下大量注入水体会有厌氧或影响河川自净的一个问题。从学理上来讲，酵素它专业性是很高的，所以你要先弄清楚你想要分解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再去找那个正确的酵素。如果你随便加一堆所谓的酵素的话，那可能你只是加更多的这些有的没有的营养物，去让微生物会长得更多更臭这样而已学者指出，每一种酵素拢有对应无同款的功效，并不是所有的酵素拢会使有效的除臭，应该先做好研究调查。彰化县环保局表示，并未对乡公所来开发，但是会要求各公所停止继续使用安尼的方式来消除排水沟的臭味。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政府现时有加强要求县民粪扫爱分类要好，另外嘛提供检举奖金，尽量要取缔粪扫乌白片、不能破分瓜仔乌白蛋。台东县环保局统计讲，今年已经接到2900几件检举，有民众一个人就夺得检举奖金67万。台东县13座粪扫坑台场已经进步，佮加上焚化炉启用一直有争议，粪扫是要安怎处理嘛？互县政府是伤脑筋。即马各有民众四界等粪扫，造成环境污染，尤其是会当回收的粪扫启用乌白蛋。不离个台东县环保局去年启用眼眼缩时摄影机，无定点无定时到伫咧民众乌白蛋粪扫的所在来收证。今年包括民众检举的案件都有2900多件。民众是把垃圾包乱丢的。这个我们都会依照我们的废弃法开罚。环保局分析，今年检举处理案件有9成是乌白蛋喷洒甲配边两只，罚金拄1200块到6000块不等。有检举人拄罚金内底领到的奖金是要到67万。对这个代志会当看得出来，民众乌白蛋各种粪扫的行为也是无减少。所以我们台东的这个检举奖金是蛮丰厚的。但是重点我们不是在开罚啦，我们希望我们民众不要乱丢垃圾。过去政府部门处理公共场所食薰，捌拄过民众无配合，检举乌白蛋粪扫嘛有同款的困扰。环保局表示，若是民众会当提供乌白蛋粪扫的连续影像，告发成功率就会提悬。若是讲检举人买来罚金，环保局就依上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屏东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用去10多年的时间，已经将50多块6个人工的湿地拢复原起来。其中一片红树林湿地公园，近来已经开放民众去接近生态的环境，来体会讲大自然就是上介好的教室啦。
一大阵过冬鸟就安尼飞过去，也有青景入的海茄冬，以及捌消失过的蓝李等等的食物，丰富的生物样态是大坪湾才有的特色。屏东大坪湾国家风景管理处这几年真骨力伫咧复育湿地，即阵有6个湿地复育得真好。我目前有6个人工湿地，大概面积50公顷左右。我们可以说。台湾看得到的红树林这边全部都看得到，台湾看不到的这边也看得到这样子，所以这边的富裕是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它的一个物种的多样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成功。红树林复育湿地公园就伫咧大坪湾的西边，伫咧跨海大桥下骹，差不多占地2.5公顷，有真侪台湾代表性的红树科食物，也开放予民众做深度的旅游体验。这个红树林生态区，怎真做是大人甲囡仔拢真介意的自然教室。其实这边又有红树林啊，然后这边的环境也很安全啊，所以其实对小孩来讲还蛮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自然、很直接的身体力行的教育，好像比在看那个教科书的效果还要好。经过10多年的复育，大坪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望未来会使结合国内旅游，也搁有毕业旅行，开放更较侪多元而且丰富的导览行程，提升地方的生态旅游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南西社区，今年初开始用无毒的农法来种粉质，家己研究加工的技术，因为粉质产量少嘛较好价。尤其现此时大家注重健康的饮食，因嘛要将粉质用来做生产天然的太白粉，发展做社区的产业。一片一家6分的田面顶拢种粉质，这是台南市南西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讲，大面积用无毒的农法来种粉质，再搁加工制造天然的太白粉，往嘛发展社区的产业，为社区找资源。这个物件是社区一直用管那个自然农法吼，完全无用农药。南西遮的迄个长者一直渐渐年会紧，坐石头山坪嘛无走种啊。如果这个物件来推广开了，互咱这迄个做事人吼，会当较轻松来做事哦。搁一点来讲，会互咱这年轻人哦，活力搁再增加吼。今年1月开始种植，已经8个多月，按算年底要采收。种植的过程克服种种的困难，伊希望会当研究出大面积种植的流程，加上机械生产太白粉的技术，互这项产业伫咧社区定根，为做事人嘛为回来家乡的少年人找出路。较早因为量不多，拢一直这物件一直无在机械化生产迄个淀粉。即马社区已经开始研发迄个机器化的设备，已经研发出来，所以你明年度这物件出了，社区就会当甲用机械来生产这淀粉。有的太白粉毋是天然的，变讲伊是天然原料，佮加别项物件，变讲安尼较有做出来量较会侪，较做起来成本较会俗。咱做粉质用做粉的时阵是真正是粉质牵塑料磨粉，所以成本较悬。就嘛较天然。粉质磨做天然的太白粉，量少价效都悬，嘛因为安尼较歹拍开市场。来使对着近期天然健康的食食风潮，粉质嘛有可能会伫咧竞争的市场当中开出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古坑出咖啡，同人知。现此时云林县政府又搁提出台湾的咖啡智慧型种植的计划，已经得到国发会投资上映。搁再配合民间咖啡的业者，未来咱在古坑就会当看到心灵生态圈，搁会运用科技引进咖啡的产业，带动地方互伊大发展。现在进入咖啡果树的采收期，将咖啡豆采收后去皮，搁经过发酵去甲烘豆，每个步骤拢真讲究，为了要咖啡种植技术和品质会当提升，现在业者要利用科技导入种植台湾咖啡，为栽培到红豆拢会当有效管控，培训寡济咖啡农民，互青年会当愿意回来故乡。把所有的咖啡的品质，从田间管理、智慧化管理到后置、生产、行销、包装，整个一连串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流程哈，可以用很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做到最好。为了要活络古坑咖啡的产业，文管府提出古坑台湾咖啡智能种植的计划，摕到国发会同意投资将近1亿，加上在地咖啡业者、和富地置业集团，看好当地环境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和住宿会馆，将投资8亿打造心灵的生态村。
来带动地方创新。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计划，我们希望可以来引进未来起码1500人以上的一个移入人口进行这样的一个心灵养生的一个工作那咖啡产业的一个相关的投资也可以带来一些人力的一些年轻人的投入。文管府计划处表示，会将有2间在地咖啡业者将辅导小农去做，未来将会增加50个工课机会，各为着要配合地方创新，打造专业环境设备。中央各部会将新补助6000万，建设高坑冷饮体，希望提升咖啡产业外，买单带动观光的人潮。记者为你报道。来看南投，只有一群少年人想起讲秋风已经透，田两拍远，父母的面容渐渐老，决心倒转去到故乡，因合作乐山小农，用简单的生活伫咧故乡做田，陪伴是大人。公司青春咱的梦，永暗10点，要邀请大家来了解这少年农民心肝内的世界。德山有一群人以共好为目标，成立乐山小农，组织有共同信念的少年人，做伙透过友善的种植方式，让大家食到会安心以外，可以当保护土地。柠檬是袂真歹种啦，但是问题是伊嘛是热天的水果，所以讲热天咱无一出来，其实柠檬就崩盘。阮即种的佫是无全药来做药sản的，你佫长顶拢到遐，真辛苦啦，就是做着嘛，无法度。厝内3代伫国城正起白的奶乳，自细汉就会到田林种植，为着要照顾厝内所以熟识去读土壤环境科学，回来家乡，伊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伫咧做有机。嘛是爱像咱进前安尼做迄安尼有，就是迄硼砂嘛，黄豆粉，啊个糖，啊去搅，到遐会半暝甲等于去饲伊的蚁后嘛，蚁后死去了，甲规定甲会减少。回来故乡3年的幼生过去伫电视台上班，为着趁钱无闲甲无眠无日，伫咧身体无法度负担的时阵，想到厝内阁有一块拍远真久的地。北部年会嘛较有啊，拄啊赶一波政府推倡的青年返乡的潮流就搭那个顺风车总要回来，想知影回来了哇，无想的遮简单啊。大家伫回乡这条路有共同的目标甲理想，不管未来有偌困难，拢希望家乡的农业会当永续发展，行福久久长长。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又阁有一个热带低气压架起来。气象局表示讲，无定明仔载就会成做今年第20号的风台。拜4、拜5这2日，因为东北风的影响，大台北地区阁有宜兰有一寡角头，无定拢会变大阵雨，大家都要注意。明仔载详细的天气、气温的变化，咱来看各地头的资料。北部23度到28度，中部26度到31度，南部27度到31度。东部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